的，别人的，我的，别人的，我的，别人的。哎，老师，真高级。哎，你真足巧的呢，搁想到这部。有发明的，有发明的，有发明的。我的，别人的，我的，别人的，我的，别人的。哦，就顺呢。看起来今嘛应该是准备好啊吼。好啊。准备5、6、7、8。哎，我会念嘛。我的，哎，较慢嘞。我的，别人，我的，较慢嘞。我的，别人，我的，别人。你们加油！七，完成啊！过关啊！老师啊，哎，老师啊，你要炸两个啊？你准备要打包啊？歹势哦，底啊伤济啊，底袂落诶，歹势哦。真无简单呢，挑战成功。有戏哦！啊，经过遐尼长时间的练习，你即马敢有啥物感动的话，想要对查某囝讲？我讲实在，我足侪感动的话，但是我台语较袂咧练转，满满的感谢啦。我讲实在啊，囡仔吼，甲大吼，就是来感觉一个孝心，然后做伙一起完成一个工作，一个任务。上重要是阮全家的人做伙。